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。大家見到我身後咁開揚、咁寬闊嘅深圳灣景觀，會唔會估到呢度係邊度屋苑呢？今日帶大家嚟睇嘅就係新鴻基 YOHO 系列最後一期嘅 YOHO Hub。配套方面，元朗地鐵站無縫連接 YOHO 大型商場，110萬呎商場面積，設有逾300間店鋪，當中有唔同國家特色餐飲以及茶樓，另外有大型超市、一田百貨、戲院、家電鋪等等，仲有女士們最愛嘅化妝以及護膚品專櫃店。假日嘅時候，亦都有唔少市民過嚟商場購物。除咗享有站上個優勢，樓下仲有巴士交通總會，來往深圳及香港各區都好方便。由新鴻基打造嘅 YOHO Hub 1、2期合共提供6座，總數1969個住宅單位，主打1到3房戶型，會所面積約43000平方尺，當中包括室外泳池、宴會廳、兒童遊樂空間、健身室等等。我哋嚟到單位實用面積934尺，屬於4房1套嘅間隔。先到露台嘅部分睇下，超開揚嘅景觀，面前就係山景。呢個單位屬於中層，亦都可以一覽深圳灣景觀。客飯廳空間寬闊，長7.4米，闊3.1米，飯廳可以放到6人餐台都冇問題。我哋再嚟睇下廚房嘅部分，裡面係工人套房。U 字型嘅工作台面，充分利用好上下空間做收納，另外亦有採光窗。之後經過走廊，我哋睇下房間嘅佈局。首2間客房、廳房同向，尺寸都係2米乘2米4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及衣櫃。另外一邊係客廁，做到乾濕分離。第3間客房可以用嚟做書房。接下來到主人房部分，同樣享有超開闊嘅深圳灣景觀。另外旁邊仲有個小陽台。主人套廁亦有寬闊嘅採光窗，可以一邊浸浴一邊睇靚景，而另一邊就係淋浴間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記得揾我利嘉閣 Cindy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